小朋友唔聽話應該點樣處理？我個歲半嘅仔啊，成日同我作對，叫佢做乜嘢都唔聽，真係頭痛啦。踏入1歲之後，細路仔明顯變得自我，好多時都想自己去做決定同測試你嘅底線。呢啲係成長中嘅第一個反叛期，係好自然嘅現象，並唔係故意唔聽你講。所以佢需要你嘅引導，先至會明白乜嘢係可以同唔可以做。自小開始用堅定嘅管教方式，訂立基本規矩同埋日常規律，幫佢哋學習守規矩同埋自律，咁樣就可以預早防範唔聽話同發脾氣嘅情況啦。真係㗎，我仲以為我個仔係特別啲添。咁點樣減低佢唔聽話嘅情況呢？假如我哋由朝到晚都唔停咁發號施令，唔准佢做呢啲做嗰啲，佢唔聽話嘅機會自然係會多咗。首先由預防嗰方面着手，除咗訂立基本規矩同埋日常規律，堅持執行，仲要做好家居安全措施，將啲唔可以掂嘅嘢放好，用閘攔住危險嘅地方，我哋就可以放心得多啦。另外，如果細路仔非常投入去玩嗰陣時候，佢亦都會少啲搗亂。不過佢嘅專注力可能好短，所以唔好諗住佢可以自己一個玩好耐。平日我哋可以多啲同佢一齊玩，同埋準備一啲佢感興趣嘅遊戲，譬如係唱歌跳舞、玩波仔、積木、玩具電話咁。玩嘅時候應該要跟住佢嘅興趣去轉換。佢投入咁玩嘅時候，記住讚下佢啊！我試過用你講嘅方法㗎，同佢講咗好多次，但佢仲係唔聽指示，咁點算啊？如果我哋俾指示嘅方式唔恰當，小朋友就唔會聽。俾指示嘅時候，要行近佢嗰度，彎低條腰俾佢望到你，然後叫佢個名去吸引佢嘅注意。指示要簡短易明，同埋係佢哋能力上做得到嘅，最好加埋手勢，俾佢逐個步驟跟住做。如果要佢放低手頭嘅嘢去做另一件事，最好就係等佢做完咗佢做緊嘅嘢，例如睇卡通片睇到賣廣告，或者等佢砌完積木。通常佢哋唔會即刻跟住做，你需要停低等一陣，俾5秒左右嘅時間去觀察佢嘅反應。如果佢肯跟從指示嘅話，就要讚佢；如果都係唔服從，就要配合當時嘅情況，轉移佢嘅注意。通常將要佢做嘅嘢描述得好有趣，都會吸引到佢嘅注意㗎。